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来到台南东山，东山这个部落，干嘛说？那么你看，这敢是原住民？这敢是原住民？我甲你讲，这就是咱讲的病煲，但是伊是什么病煲呢？我来找我的老朋友段老师来甲咱讲详细因部落的身世。咱就直接啦，找我的老朋友，哇，有25趟无见着面啊！老师，哎，你好，帮人哈！哇，老师，这吼25档哦，有影变化真大哦。对啊，咱拢变老啊，咱拢变老啊，阮讲演的啦，阮讲的，阮讲演的啦。对啊，即摆开始吼，伫部落内面有做这个导览吼。哎，对。这个是什么故事？你讲互咱观众朋友听。这是阮上古早一个故事，就是讲阮西拉雅一族啊，当初是安那来台湾的一个渡海的故事啦。吼，传说就是讲，阮的祖先吼是为一个叫做阿米亚的所在，坐船来到台湾。要到台湾进前呢，拄到迄个风雨，叫船变过，变过了，一群人就叫海鹰啊，带来到这个海边，了呢，大家做伙做伙的时阵，发觉讲有7个人无看去。大概死伫海顶了嘛，吼，所以呢，阮就将迄天叫做七神船舶遇难日，就是登陆迄天去海边举办这个海祭。所以甲我说即摆有一个叫做浩海祭典，就是纪念迄7个死伫海顶这祖先。浩海啊，浩海啦，就是迄个浩有迄个追思啦，吼，含缅怀意思嘛，吼。登陆迄天传说是农历的9月初5。登陆的地点是7股的番仔湾，地点都介清楚所以拢会早起的时阵爱去迄个7股的海边去举办这个海祭。哦呀吼，7股迄个地号名叫做番仔湾。番仔湾后来了去清朝政府半鼓励半强迫，迁来到山边了的时阵，你离遐远啊，离原来海边超多要50公里啊，所以无法当转的时阵，就面向大海的方向举办这个浩海啦，所以这个祭典是真有意思啦，因为台湾的迄个南岛民族拢有介济迄个甲海有关的传说，对。哦，这个7神这个传片，对。哇，这浩海，大家吼有当时吼来西拉雅，尤其咱这部落叫做干妈耍。加抹耍，加抹耍，加抹是阮咧讲的迄个斑枝花，就是木棉啦。斑枝花啦，木棉花，耍是蛇啦。所以，这个以前清朝的时阵，阮这个所在就是迄个木棉花社啦。哦，安尼记的吼。但是这个行政区域叫做东山东河里啦，吼，东山东河里，大家会记的哦，来部落哦，找段老师哦。即摆唔免找我，找阮的团队就。哦，以前敢若伊1箍人。对。25当前，只我带一个人咧做，来了，迄阵是都有一寡。同好搭伫庄内的较工人咧做即摆来是有专业搭伫一个团队咧做即个导览啦吼。伊讲你来阮部落佚佗的食，你会当下早时算到下暗时甚至会当遮过一暝。阮拢导览啦吼 ，DIY 啦吼，也是做一寡体验啦吼，拢有。咱这毋是咧招生理哦，是真正吼，要大家来明白讲，其实台湾毋是你平常时接触的这个台湾。是啊，你东山哦。我刚好是。你对我食东山的肉丸，我都会记你。来，今日讲这个都是一个较传奇的故事吼。这个头版的编号是3468乌白来。这是安怎招回事？这是自来水公司吼，装水表的时阵吼，伫顶悬直接阮这个艺术品顶悬写号码去，实在是足无意无事啊。哎呀，是啊，无意无事。好，那回来主题就是。这个故事是一个介神奇的，讲阮西拉雅一个英雄。这个英雄人物吼伊的后代子孙拢搬来伫阮教我说，本来是住伫北头洋，嘉义的北头洋。嘉义北头洋。对。
这个英雄人物伊叫做听天武，其实迄是后来伊死了后，清朝政府都伊号的名啦。伊原来名应该叫沙赖啦，沙赖名叫沙赖啦吼。那因为伊西拉雅人拢足爱走的，足够走的。为荷兰时代写到就是讲西拉雅这个人吼，伫海边草原顶悬吼，一足路啊吼，甚至会当走甲比路啊较紧啦吼，足夸张的吼。所以这个俗类文化就是讲，西拉雅拢在逐冬。有办一个走标吼，嘿，类似像走标的活动，咱外口讲走标，阮是讲走向，走向。这个活动就是训练囡仔要走嘛。所以伫清朝的时阵，传说是乾隆年间的时阵，乾隆皇帝听到讲，这台湾这边遮伫台南这边遮迄个原住民吼，足够走的，就征调伊去北京吼，走看嘛，好看，看真正有足够走的。去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北京的时阵吼，这个听天武吼，就足臭屁讲吼，恁的人走袂赢我啦。安尼啦，恁的阿兵哥吼，徛尾啊，我的头毛你帮我拔199的迄个铜钱吼，到顶悬吼。我都让你的阿兵哥徛尾去的时阵吼，你杀迄军仔吼，先甲讲3下吼，我到后边就哇，走到讲伊的头毛已经飞起来吼，迄有白钱哦，飞起来了的时阵讲捉过迄只尾啊，哇，皇帝足欢喜的啊。互伊介一金银珠宝，转来了的时阵，皇帝佫感觉无过瘾吼，2冬了后，都叫伊去，嘿，所以这个去呢，伊就带因囝叫做听国泰，做伙去走互皇帝看，阮也走也要所以转来了的时阵就变成阮是来英雄人物嘛。后来了2个爸仔囝操了相继操3个拢过身，后来了因就为着要纪念这个代志，囝孙仔伫伊的墓牌顶悬就。刻字刻啥物？民军三处，父子民军三处啦吼。阮来推断应该就是老爸去2届，囝去1届，多3届，对。一定有代志，一定有这个事实，伊大敢写去无？迄个时阵清朝你也写，嘿啊，你写民军三处，你也起军之最是远文超赞的吼，对不对？嘿啊，对吧？所以这个故事是安尼。哇，这咱的小朋友话吼，小朋友话。这就是讲当初的时阵吼，阮知影讲部落介一只有趣味的故事，所以就叫这长辈去学校讲故事，互这囡仔听。囡仔吼用因家己的丰富的迄个想象力吼去画图，你看这画了介精彩啊！这就是一种地方文化和知识的迄传承嘛。老师，这个故事是本来是口述的，嘿，对。文字顶头拢无记载嘛。文献无写遐清楚，就是讲是毋是这个物件。毋过，阮去研究内底，伊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代志。康熙年间吼有一个官员叫做觉罗满宝，伊听2份奏折去互康熙皇帝讲，台湾西龙园只爱番啊，该互走，爱就要去巴结皇帝嘛。因为迄个时阵，地方的官员都足爱讲巴结皇帝，讲我有啥物物件互你。基丁月报啊对嘿。所以有迄个奏折起哩啦，阮咧推断应该就是咧讲的，这个听天武这个人。毋过迄顶悬就是奏折嘛，无写讲伊该要走啊。这种种如此其实拢一点一滴是你20几冬以来，慢慢啊甲累积起来呢。对，这阮用写文字啊啦。要来阮遮算的，比如讲你手机啊刻起来，你啊扫描 QR code， 你会当是，阮是一个科技部落啦。是。边仔这互观众朋友出来了解一下。是。这咱叫做公界。公界。公界吼。公界是荷兰人阮学的啦，阮家己的母语叫做库瓦。库瓦是迄个男人的会所啦。你以前早期时，毋是咱这个建筑物啊，以前是伫荷兰时代400当张的文献写是一排建筑物。查甫囡仔吼4岁到6岁时阵，都爱含爸爸。爸爸本来就拢住伫迄个库瓦这个所在，伊有困的厝。有信用的场所，有开会场所，所以迄是一吨的迄个建筑物。所以4岁到6岁，查甫囡仔都爱去和爸爸住做伙去学查甫人的一寡相关的工课。其实就是讲，阮以前是无啥物结婚的制度啦，阮有男女朋友啦。伫学术顶悬叫做组婚啦。就是查甫和查某的要做伙了的时阵，无逐工做伙，查甫的嘛是拢无代志的时阵，这时就拢是伫区域这个所在。爱归群啊，嘿对，伊也想要等于含某大的时阵，就等于查某囡仔厝里困安尼啦，系啊，到40岁2个才正式会住做伙，所以40岁啊，对，所以即摆变成迄个信用的场所尔啦。这但是讲到这信用的场所这一块
哦，这河洛人，嘿对，这河洛人的庙是，是迄边搁较长，嘿对，哦，迄边搁较长。嘿咱来看这河洛人的庙寺内面吼，还佫真趣味啊。对，你都会记呢？我会记的。这是一个介特别的，就是讲伫阮高手来，阮家己有哪家己感觉讲，阮对无共款的宗教信仰的包容啊。吼，你也看。这个教会是1871年时甘威林来遮设立的呢，1871年呢。甘威林哦，是台湾上古老的这个迄个基督教长老教会啊，宣告无讲介成功啊，因为目前伫遮打差不多10户左右的迄个信徒尔，系啊。但是嘛真久远啊，哎，对啊对啊对啊。啊，这个河洛人的庙寺，这内面是拜什么？这个是最主要主神是清水祖师，啊，清水祖师，清水祖师，吼，啊内底有哪有妈祖啦，吼，啊迄个三太子中的神，啊最重要就是讲，伫嘉瓦萨这个所在吼，因为阮是一个主流的族群，这边遮伫日本时代时阵有将近800外，拢是阮家己的族人，因为迄阵日本时代迄个种族拢有登记色，阮遮是规台湾一个砖头色。密度上悬的第2名，阮第2名。第2名。第1名是高屏东的湘潭，吼。湘潭。啊，所以阮遮是一个主流的族群嘛，所以这个信仰的物件是介坚强。当其他的民间的信仰之外，还是外国的信仰之外，其实无迄个力量去拍破。就无用去拍破。对，所以包括讲河洛人起的庙啦，是阮家己的人后来了，因为和民间信仰做伙起的庙，其实拢都会。拜阮家己阿里母啦，阮遮叫阿里母。哦，所以囥伫倒位？伫两坪大坪，伫大坪哦。哎对。阿里母哦。阿里母你也看，吼。你也看干仔拢囥伫遮。哦，拜干仔，哦阿里母，拜干仔阿里母吼，这信仰吼，咱请这段老师吼来去引导的讲解。我来讲解，来去详细介绍。对。这个哦 ，VOC 的。一流历史吼，来老师来甲咱解说一下。这是阮伫即几档吼，透过迄个部落营造吼，和艺术家合作，阮用3座椅啊，要讲台湾400档的故事，也是要讲这400档内底阮西拉雅的命运，吼。所以即座内底讲的是荷兰时代，吼，你也看写的1624年的时阵吼，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台湾的时阵，大只船入来对无？吼，来咱听一下 VOC 吼，观众朋友啊 ，VOC 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哦，荷兰东印度公司吼，因就是以公司的名义来到台湾。哎，对对对。这就是因的船。因的船你也看是大只船，吼迄个中国的船是。用布黑较细只的船，对吧？咱叫容客船啦，系啊，这是大只船。花片哈，嘿对，倒来看，就是第一个椅仔内底写就是画艺术，就是迄个时阵基督教入来啊，所以基督教入来时阵，对我来讲是种好，嘛是种无好。吼，无好所在是当时的时阵，伊强迫阮大家去信基督教，然后呢，伊用因家己军队的力量，将阮150名左右。伫台南地区的遮的红衣，吼，以前阮叫印尼布斯啦，吼，汉人叫做红衣，掠了，全部弹起伫家己的猪肉社迄边遐过，互因自生自灭呢。到尾啊，转来，这个政策改变了的时阵，转来剩差不多20几岁转来尔，所以迄是一个足不人道的工作，伊就是要做动人信仰。真厉害，嘿，佮掠着红衣，知影这红衣是这个部落内面仪式的上重要的头，嘿啊对啊，佮甲你掠起来，佮弹起去猪肉遐。对啊，都用伊一寡政策强迫阮袂当重视阮传统的信仰嘛，吼。对规整个西拉雅传统的社会文化是介大的一个迫害啦，吼。毋过呢，即摆现代来看起来，颠倒是一种好代志，为啥？因为阮是台湾原住民第一系会晓用罗马字写单字的族语的一个族群，所以咱读册写这新港文书，吼，民众拢读册应该拢看过新港文书嘛，吼。新港文书内底写的遐豆菜鸡啊，就是阮祖先仔写的，吼。所以迄个时阵就是牧师为着要宣教，因为咱在西方的这个传教吼，因拢有一个介好的习惯，就是学当地语言，引导互去深入人心去做宣教。所以呢，牧师过来是最主要是一个叫做迄个 Gravis， 就是 Daniel Gravis 这个人，伊呢开始去翻译，将全部圣经内底有2本啦，吼，圣经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
这两下全部翻做西拉雅的话，内底写一本叫做《信仰要相》哦。都有其他的人写一个福尔摩沙词汇字典，就是写西拉的单字的。所以家里人坐这个物件，嘿，同我留落来。好家在，啊，有哪吼祖灵有保庇啦，吼嘛，上帝有哪有保庇？佮选着你，毋是，我毋是语言的专家，有别人的做附证。最主要是这物件呢，倒伫后来了伫瑞典的国家博物馆和荷兰的博物馆内底去找出来。所以咱台湾开始有咧研究荷兰文的，才开始去做翻译。吼，翻译了迄阵吼，阮才有法度伫从阮的母语其实是150当前的时阵，都拢无得啥去讲啊啦，这也袂当怪阮啦。哦，因为荷兰人来叫阮来读荷兰语，清朝政府来的时阵叫阮爱荷兰话，日本人来叫阮要阿姨话哦，吼，国民党政府来讲啊，你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啊，所以，但是啊，我要跟大家说，就你不要以为啊，只有我们啊汉人啊，然后被日本人统治殖民啊，对，那够较麻烦，对吧？够较惨的。是啊，是所以150当前的时阵，阮就拢讲荷兰为主啊啦。啊，就是即摆就是找这个文献回来时阵，重新去恢复。有一寡语言学家，阮斗相共，阮即摆学校也开始教族语，吼，阮也有教材，阮也有文法书。所以呢，我看到段老师吼，我真感动。25档吼，一路行来拢无变。敢无变？比较老尔啦。无啦。就是迄个对族群的迄个热情，和对族群的使命吼，讲实在上，我家己嘛感觉足头痛的。无来无是坚持，我家己放假咧，种对。后壁这两个大概就是用一寡阮的相关的文化去呈现，就是400当前。其实阮各部落内底本身就是一个都有活力、都有文化传统吼的一个社会啦吼。所以你看到这是素文啦，毋这素文是排湾族大有啦。其实阮是文献写着，阮有身躯有哪有写一寡图文，毋过毋是伫手顶悬啦，这艺术家画啦，毋对，伊误解啦吼。啊内底你也看到就是都是鹿啊啦、含啉烧酒啦，或者沙武器啦，或者表示讲伫迄个时阵，阮嘛是都搭伫一个国家。以前其实400当前的时阵，一个写都是一个国家，写互相的战争、互相的太人头，吼。所以迄阵只要有土地啦、人民啊、含军队，是毋是就是一个国家？所以迄阵是搭伫一个。它小型的这个写，就是伊，但是一个国家，吼，啊，这里就是有哪看就是讲，啊，这传统内底，阮14绣顶悬的绣文内底有这台湾环境志啦，吼，啊，这代表的是公改，所以这里拢是足完整的。咱12绣吼，老师甲咱是加讲一寡12绣，这种，咱这12绣是对当时开始啊，恁留落来啊去看。这是荷兰时代阵荷兰人因即摆西方的迄种刺绣的工法方式，嘿。和中国的迄种绣是无共嘛，所以来的时阵吼，因为荷兰人来的时阵教阮这个物件了的时阵，后壁到清朝开始，阮的衫顶悬文献中写着，伫衫的领顶悬就绣一寡无共款的图文啦。吼，啊上早当时是用几何的线条图形，啊来了开始有花啦、草啦、鸟啊啦，变化。对，这是像我即摆目前衫穿的真正是较古老的，这个是187年代时阵。有一个迄个传教士叫做马雅各，马雅各伫阮部落内底收的衫了的时阵，伊带转去英国，伊后头囝孙仔同我捐互大英博物馆，所以这是大英博物馆起的。原版的，嘿，啊，这是阮倒去做，因为绣吼，手工绣吼，较麻烦，所以阮是做活动简单的背心，就用这个提花绣，电脑去绣，所以足水的。对，咱会当料想哦，1870年的时阵，看到这个纹路。对啊，这真就是啊，都有介绍阮的衫、新娘衫啦、头巾啦、吼牌啊，就是迄披肩迄，都有槟榔袋啊，这拢有留伫阮地方的博物馆内底，都含外国博物馆。这几档我拢有来收回来，对。所以阮即摆会当穿规套的服装，都从考古内底挖出来，以前祖先有用。有一寡迄个足水的，迄个陶骨环啦吼，都含迄个陶管珠啦、玻璃珠，阮即摆咱讲复原，所以阮伫迄个南科考古馆内底，即摆办一个展叫做千人俯瞰400，内底就从阮含清代的老师吼，张国峰老师，阮去阮小人写古下来去做考古，挖出来物件都去复制，有呈现伫迄所在，所以阮即摆穿规束出来，含其他的原住民族无啥物差别啦。是啊，
有进步好看，有进步吼。你打来的时，足丰富的啦，足丰富。你打来的时，阮都还未做这个研究。无，迄阵时我来找段老师的时阵，其实是因为我本身是研究生，对。哦，读真侪文献，文献顶头所写的，其实是一片一片，拢哦无看到活生生的人。是。真正看到这个活人伫个，哇，这华语咧讲的如获至宝。看到一个手翻，因为无得讲，我嘛是熟的。是啊，是啊。啊，这上尾这，这就是有那典型讲，就是迄个时阵，阮的文化吼社会都足完整。后来了，都两座的椅仔就会无共，伊就第二座椅仔是清朝的，清朝就分队入来，阮的文化破坏解决，所以画甲画就是这个工业开始火咧烧啊，吼。哦，这个意思。对，伊第二座内底椅仔就无共，你像即摆咱看这椅仔是顶原真的，这个创作的艺术家，伊讲这就是啥皇冠，就是讲以前阮都是一个王国，后来了受到迫害，所以啊到清朝迄座椅仔时阵，就全部拢无去啊，边仔开始破。到第三座是国民党和日本政府的时代咧，迄椅仔愈来愈加破坏到足严重的，所以伊有意向。对啊，好，来，来即摆咱的阮村的公界吼，嘿，阮家族的公界，咱来阮的阿里母吼祭拜一下。是，你感到会记你这个仪式？应该是。来，这槟榔吼，阮拢用槟榔阿米吉，槟榔甲阿米吉，然后这酒果阿杂啉。吼，咱先从槟榔的蒂头掰开，就像咱食槟榔烧共，吼，好，来你看有啥物话要和伊讲，吼，我用阮的话讲啦，吼，是，南无南呐，南无因呐，阿弥基，加阿扎林，丢奥，加马加，台北公共电视，烹饪，西里咕嘟，哈嘟，木嘟，咱来放起。我来喷酒就好啦吼。你敢有想要喷看卖？应该就应该啊。干嘛都？会使哦。来，试看卖。都袂歹呢。喷无了，啉落哦。所以，阮的酒量细汉拢安尼混起来。我研究台雅族的，台雅族嘛相当的。好，这就是咱的一个仪式，吼，就是含阮的祖灵拍招呼。OK， 好，后边剩下的我来处理。是，你不能只有拜一个地方。这是安怎有两位？这个是主神，就是阮的祖灵，阮的祖灵内底上早阮的祖先啊，所以阮的姓就是为遮来，阮叫阿卡端。阿卡端阿里母，这个是伊的部下范江阿力，这个青色的干仔是阮阿公范江阿力，范江阿力。外口迄个是巡查神，外口迄个是迄个卫兵，阮叫做加拉汉甲。迄是迄个竹林桥，哦，加行加这个竹林桥，尼玛哈丹呢，就是卫兵，就是后外口的人入来时吼，要拍招呼吼，伊就爱迄个升这个。这是竹啊，竹啊吼，竹啊，特别拢找这种弯角的吼。弯角，伊迄是为啥物爱弯，唔知影，无讲着。好，咱去大公界，后边我作品内底，部落内底有迄个青年会足少，阮叫卡西乌网。阮踏入阮的青年会，阮这点顺丰这青年会会去做，因为平常时当然是因为工会关系无带入进来，毋过有工会因就会转来斗三工，这就一种传承，不断政府诉求就是讲，阮是台南地区上早的原住民族，阮无应该是互政府去拍折，我是感觉这是一个历史族群的正义啦，正义啦，无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
张老师，是咱头一路吼，看到迄泽兰吼，泽兰咱的西拉雅话叫做啥物？宜兴，宜兴吼。宜兴对。啊，即放伫即个湖平安湖。嘿对。我用平安湖，离阮遮其实迄干啊、干啊，拢无差。阮叫阿里干啊。阿里干啊，阿里干啊。这就是咱的意象。嘿对对对。啊，这就是咱的大公界。对大公界。咱入来看嘛。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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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规个庄的信用中心啊，就是讲以前吼，阮是大个家族吼，当来交保所的时阵吼，会当去迄个公界，咱来烫鞋啊。是。爱去家己家族的公界就，我带恁去看阮家己姓段的公界小家。啊，因为一寡细的家户吼，伊可能这个姓内底只有2、3户尔，啊，伊无家己的公界要安怎，所以就起这间大间公界，吼，庄内人大家共同会当来祭拜，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去维持大家认同啦。其实这大公界吼，在过去应该是边仔还佫有连立其他的一寡，对对对。譬如讲查甫的会所，对对，就是讲伫迄个荷兰时代到清朝头的时阵吼，其实就是这个库巴是规个迄个查甫人的会所啦，对啊对。啊来了，即摆拢变成咱信仰的中心了。无以早应该是联动，啊佫对。吼，你小可甲咱小解一个概念讲，查甫人的会所吼，啊尤其这街站就分做几个 group 安尼。对，就是讲实在也是一个合意的社会嘛，伊毋是讲有头目，所以是12个查甫人40岁以上的基佬组成的一个迄个议会，议会叫跨体，去管理规个部落大厦这项的代志，所以阮是合意制的啦。所以查甫人伫这个社会内底的功能内底，就是战争掠山米都含40岁管理部落，所以这个街站内底伫西拉雅伫战后的时阵，这个年龄街站都有伫的50岁以上叫做索亚里40岁到50岁都叫做大家日，30至40叫做大家日下骹来都加长乐现在无共款年龄的街站，伊都爱去分工，比如讲伫祭典内底，伊爱去分工做3款工作。毋过这个社会制度早就拢叫破坏去啊。你讲到战后还佫有？战后都有，拢都爱伫祭典的时阵爱迄个记录落来是一个山上一个部落啦，叫溪仔口。伊等于讲要爱等于伊原来传说祖先起来所在是伫安平附近一个这个清水弄的所在，都爱有山上用走的，分一段一段，无办法连。台南的山上呢？对，山上。哇！走去到安平呢？哇！爱走一工，要走一工哦。毋过有分段啦，比如讲为溪仔口遮走到永康这个所在，五王迄个所在都有啥地点换另外一个年龄阶段的人接手，都走去到安平。上早的时阵，咱咧讲的索亚里这个街站的人，伊就先伫安平海边等啦，而遐做仪式。是。就好佳在咱这规个公界，佫维持较袂歹。对，所以这就是咱规庄人的信仰的中心。另外就是咱伫外口的公界埕是咱的等于是办祭典的时阵，就是这个所在。咱拢会看到吼，是。咱西拉雅也好，还是其他的平埔吼，拢有这拜干啊。无呢，打西拉雅含西拉雅、马卡道都含大布隆这3个族群。大布隆，对。若咱麻豆看到有咧，这木葬内面有看到有这拜湖的，对。这应该是倒一种呢？因为迄个文化点应该是大吴文化倒起来，鸟松文化有这种，咱咧讲的躯体葬内底就是挖出来个考古内底的人头边仔会放一个翁拢破去照阮考古内底咧讲，这毋是含信仰行为有相关，伊是一个陪葬品啦。因为伫迄个死前的时阵这种头翁讲实在是一个介实用的物件，有哪介珍贵的物件。加落你随身的你的生活所需啊。毋过伫咱看到，比如讲像阮老师刘一昌老师伫这个西寮遗址麻豆遐挖出来遐大面积的迄个鸟松文化的遗址的所在呢，都有迄种祭祀的行为，伊有烧火头符。细细支的杆迄个物件无可能是用装水冲来，所以推断这含信仰有关系。
啊，所以第587,1800当前，这咱叫做台南地区这史前文化叫做鸟松文化，这人群无可能怎啊消失无看嘛吼。所以这就是恁的祖先，就是阮的祖先，因为伫文化殿内底，伊是伫58748，这是有一个重叠。这学出来物件，伊的红啊啦、灰啊啦，的形式是相共，顶悬画纹路是相共，使用的玛瑙珠、玻璃珠拢是相共，所以会当推断，确实考古界来讲，就是讲鸟松文化城是西拉雅文化城的延续。等于就是讲鸟松文化城在史前人类就是西拉雅人的祖先。祖先嘛，就是咱分做是历史时段含这个史前时段安尼尔。是啊。所以阮少年的时阵读的这拜鹅民族，是毋对？是毋对？伊毋是拜鹅啦。对。你若像阮遮家庭内底有咧拜，也有用奥利多的啦，用奥利多的啦，对，也有用。炸树干啊，普通的干啊啦吼，有搭入去烧啊足水啦，有用红啊的吼，所以其实迄是一个容器尔。阮是透过仪式的操作，像我头拄仔伫阮公界内底，含阮的祖灵讲的，我就是讲我的祖先啦，我的祖妈啦吼，大家来，我带槟榔来，我带酒来吼。今日我有一个朋友是为台北公司的烹饪，足久无看的朋友来到遮，你保护伊平安安尼。迄是算做一个沟通的这个平台。对。所以我安尼呼请的时阵吼，阮的新人有来的时阵，迄个水伊就变成会当治病，会当祈福吼。所以透过迄个红啊、柑啊去滴水，所以其实是，就咱讲的讲，阮相信祖灵的力量是透过水去表现出来。好多人的相信神的力量是透过火，对，用香炉去，对，用香炉去装起来嘛。香灰当治病嘛，所以烟啊，所以咱两个也对等来去做解说话者，你也讲阮是一个拜俄民族，那好人是啥物？拜罗民族，唔对啦，迄不要用外显的行为含这个外在的特征去解说，伊就是一个信用的内涵嘛。所以其实在我来看甲段老师学习上重要的代志是。对因所想来照见咱家己想的，安尼敢对？根底上是毋是有这个逻辑顶头的误差？是。这个咱咧讲华语咧讲盲点。彼此会当咧更加了解。是啊。你当知影讲人另外一个文化，其实伊的内涵含伊的内底想法是安怎？老师，你想要甲咱讲咱这个公界每年。差不多是当时咧进行着仪式，若要来的人要安怎来，做什么准备？平常时阮是初15日来公界内底三项是阮的话啦，香HIANG， 迄是阮的专语，仪式相关拢香。初15日来三项拜最主要的这一点后来了咱的学者就是阮老师彭英海含林清在因帮我取一个名叫做亚祭，就半暝来拜嘛那其实以前我拢讲拜地看庆啦，是农历的9月初4、初5，每一当个农历的9是初4、初5。你来时阵就是来参加阮的祭典，因为这几档阮已经是变国家重要民俗会介济人，所以你来的时阵车都爱停外口，阮会伫外口交通关系你要来对所以来的时阵你也要注意相关的有祭典相关的活动啦阮有一个迄个粉丝专页叫做西拉雅族吉贝耍部落，你去追踪，你就会当随时知影阮这个部落的动态，都含祭典相关的物件，包括阮会伫祭典进程伫迄个粉砖顶，拢会交代有啥物禁忌啦你要做啥工课啦你来时阵会当去对先佚佗者，带来遮啦几点来遮来读适当。是，我相信会当透过段老师因的传播，大家互相更加了解，了解自己。是对，对。老师是。我会记得差25档进前，还佫无即个部落教室。是无对。但是这一路安尼规早起安尼行落来因累积了足侪物件。是啊，有进步这毋若是进步，这就是你这25档一步一脚印。是啊，对啊。但是要做这种文化工课我大家可能毋知，段老师以前是文青。
文青队，文青队，即摆是文老啊，文老哈，写文章啦、得奖啦，吼，啊，本来读机械，还是我读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对，吼，啊，武来遮，现在武来到遮，啊。祖灵的交换还是一部分是安尼啦，因为以前对家己的族群吼，无遐尔深的认同。后来了是因为文学奖吼有得到一个报道文学首奖，就是写阮故乡的祭典。后来去台南市开始上班，伫补习班，就用我得奖的经历去做作文老师。了拄啊好，阮爸爸都过身，我拄啊倒来部落住。拄啊好，我的老师吼潘英海，进前是我去评文章的评审，我来老师对，咱共款的老师，无怪咱机缘遮尔深，吼，有审过我的文章了，啊，伊迄阵想要办活动，伫嘉宝山这边遮办迄个夜祭的对外活动，啊，就啊台南县政府讲啊，这庄头有一个少年的啊，以前少年啦吼，讲啊，这足够写的啦，叫伊倒来到这工作，所以我迄阵已经倒来伫厝里啦，啊，陪我妈妈，啊，所以就开始。跳入即个相关的文化的附赠的工课内底啊，阮若拄好转来，阮有一寡阮草共研的吼，对这文化有兴趣，大家做伙咧拍拼咧，是啊。我今仔日吼，其实是要来平反一件代志。还是。我会过来找段老师吼，是实在是因为台南400年这。啊，对，台南400年。吼，啊，段老师吼有话要讲。是啊。我吼时间劳力，好啊，你好。因为咱台湾看这个台湾这片土地历史吼，拢是用文字看啦，其实是唔对的啦。唔是无文字，就是唔是历史，迄是唔对的。所以定定讲啊，原住民的口传啊，这个物件吼，文字写拢是假啦，吼，哪有迄个代志？所以土地嘛是一种历史啊，为考古文化内底挖出来这物件，拢是咧讲历史啊。所以伫即几档内底，咱应该重新去看台湾的历史啦。台南市政府刚开始的时阵是讲啊，用建城400档啊。伊就用一面统治荷兰人来去迄个热兰遮城开始做台湾历史的开始，啊，就要庆祝，所以我就做袂爽快哦。因为阮做啥伫即片土地内底，咱来用考古文化来看的话，啥会当杀去到1800当前，拢是阮时代的祖先啊，鸟松文化创的人啊。所以呢我就有去投诉啦吼，伫媒体投诉啊，所以市政府才有听到啦吼，伊就用台南400啦吼。讲实这是嘛逻辑唔对啦。台南这个名称是日本时代才开始的，台南闹400，台南不400当，所以伊就用年都起掉，叫台南400。哦，伊就讲400可以是一个想象啦，可以是一个活动啦，可以是什么啦？哦，好啦，就按照咧处理啊，吼，啊，就用。伫这个规个过程内底，咱嘛是感受着讲，台湾人对这个台湾的族群吼，拢是一种做表面化的人性尔啦，吼政府虽然讲咱莫用庆祝方式。可是民间是用庆祝方式，伊就是都大事都包括即摆都到年底啊，嘛是咧讲建成400的民间啦吼，一寡媒体写嘛是拢用这种庆祝方式啊，就是讲这个活动今年办的这个台南400档内底，我是感觉讲欠发的就是一种反省一种他深入对台湾土地族群的了解你拢无去想讲咱要讲认同这个族群，你要对这个族群的文化历史介深的了解。咱无先和解，想要做一家伙仔啦，包括你即摆来阮部落内底，拢讲这人做爱啉烧酒的，拢是迄种他歧视啦，还是讲他无遐尔正确的一种族群了解，咱要做一家伙仔是有困难更何况就是讲咱讲迄手一条纹，迄是民间啉烧酒啊、泡茶啦，会当去笑谈的啦迄哪会当做政府，是毋是？所以这就是讲，伫今年内底这400档有真大只感触啦，严肃我安尼想啦其实这25档老师你也做了不少的工课第一爱安尼维持落来财源而且爱有实体的这个成果人才会继续，譬如讲补助也好，也是你要做这个部落的小旅行。你还是安怎来经营这个整个体系，包括了这个祭典的这个执行。其实你人是愈来愈少，少年人有的拢出去啊，你安怎来维持这？咱先讲这个生存这个部分啦，就是讲你当然要哪将这个部落会当到文化的活动会当到去持续。我的策略内底就是讲，我不断去申请一寡计划。
去申请国家对阮的认同。所以，阮的祭典伫102年的时阵，就叫国家认定为国家中华民俗嘛。哦，这就是阮有特色，透过这个国家认定，讲哦，你是原住民文化资产内底的中华民俗，哦，啊，我就是造成政府内部的矛盾。为啥物？因为原民会讲你毋是原住民，文化部认定讲哦，恁是国家内底重要民俗，而且是原住民的，对不对？啊，透过譬如国家认定了的时阵，庄内人也好，外口当地的族人也好，对这个当地的族群有一个公认的认同。伊讲我国家级的呢，我免像以前去隐藏当地的身份，讲啊，咱去用切法咱唔好。即摆是足惊我出来讲我是西拉雅呢，我是高我沙人呢，所以这是一个手段。啊，安尼的时阵，这个文化是毋是就会当认定咧？因为伊有兴趣，会当来参加。这几档的祭典内底头将近超过6档啦，每一档拢有阮当地出去外口，我毋捌见面，哦，啊无就是当地的同学，拢会带囡仔倒来特别熟悉。哦，这就是咱的。这就是咱文化当继续传承落。少年人，阮就从细汉伫高我山这边遮，因为读这国小，阮就开始有做文化课程、教俗语，所以这囡仔到大学了的时阵，其实迄个认同愈来愈坚强。所以即摆会当讲啦吼，蝙蝠族群内底、部落内底有迄个青年会足少，阮叫卡西乌网。阮家己有阮的青年会，阮这点顺丰这青年会会去做啊，因为平常时当然是因为工课关系无带伫庄内，啊，毋过有工课因就会倒来斗3工，啊，这就是一种传承。所以这是内部内底透过这个方式，包括讲我即摆都申请一寡相关的文化资产，像我的公界才一间，有家族啊，有规庄下都剩咧摆的，吼，所以要来申请一个迄个文化景观的这个身份，啊，这嘛当促成咱这个家族啊对当地的公界的传承，都含外界对阮的重视嘛，吼，所以会不断安尼去将当地的这个历史的地位含这现况，互外口人了解，互政府来肯定咱。啊，当然安尼了，咱若要写计划申请经费补助，当然都较好。政府啊，这是国家重要民俗，我无补助较济，哪会使，对不对？所以这方面会靠内部含再有特色，都含政府的支持。那另外一种部分就是讲，咱全部拢靠政府，其实毋是一个长期方式。咱咱就是政府讲啥物创新，其实阮早就咧创新啊啦。国家还未推出这个创新计划时，阮家己部落内底咧创新啊。阮一群人做伙来杀这个文化的观光啊，吼，因为阮只有较特别的文化，咱都要精致化了的时阵，咱就当对外去推广，咱也来参加一届了。有口碑了的时阵，咱就去宣传，差不多5、6档来啦吼。阮感觉煞外口人来参观的其实是袂少。那阮透过阮团队有一种方式去推广，你来导览的，你来食饭的，下晡时啊做 DIY， 甚至会当过暝大，阮就透过安尼去操作了。其实这几档已经累积一笔阮家己的基金，就有通自力生存啊。是，阮尾啊政府申请老人的迄个关怀中心，吼，伊补助无偌济钱，都要。所以我查一个概念是。歹势，我就想讲，恁这有申请长照无？对，恁就免，嘿，我免，嘿，因为阮这就是长照内底都要有一个执照，都啥物啊？啊，阮就是阮的阮庄内这老人哦，啊，伊就是固定时间来这上课，啊，阮提供饭互食，啊，拢用阮的基金去用。啊，阮这个团队内底，家己有共识，就是讲，大家属农工商，家己拢有工课，哦，啊，你就是排班来服务。啊！你导览的时阵，你摕一寡你的工作费，其他留来的钱，就是咱内底这边遮来做这个基金，对吧？包括讲庄内底，像阮前段时间因为家庭之外，要来污染阮，要去抗争，啊，就是阮社堂家己的出钱、出力来做这个保护家己故乡的环境的工课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就是讲，阮一群人，这几档咧做一件。有意义的代志，这件代志唔是概念啦伟大，啊，毋过呢是地方上就是一种有意义的代志啦。咱这小旅行吼，头先你也讲，有做这个 DIY， 这什么内容吼？啊，佫有食这个风味餐，对，这是什么内容哦？大家啊，小个想一下。OK， 好，感谢互我有这种广告的。工商一个嘿。阮有规工的迄个小旅行内底吼，大家下早时啊安排着拢会先伫部落导览啦。啊，导览毋是一般带出去导览啦，阮弄一寡互动的游戏，都含科技结合做伙。哦，啊有入门仪式哦，比如讲你入来时啊，阮会互你号一个西拉雅的名，你就感觉我是西拉雅人，哦，你有一个名，哦，啊有长音啦，哦，啊来了，阮会用手机去导览，吼，啊你就看一寡相片，看一寡影片，等等，
中昼阮都会有迄个风味餐的迄个享用。啊，这风味餐就是阮透过一档的饮食文化的调查，就用伊老辈内底问的因早期咧煮食啥物物件，有啥物食材，有啥物调味的，然后阮都去比较研究讲，这荷兰人无的哦，吼，咱就将这个餐起来了的时阵，咱就找餐饮系的老师来合作。为什么？因为咱爱食，不一定别人爱食。我举一个，比如讲，阮最爱食虾鸡，虾鸡是用鱼啊去生尔，用盐。迄一段时间拍过，你拢全部走了。咸个粗啊！系啊，阮是最爱食的，所以口味要去改变嘛。比如讲食肉类，我拢最爱规条咧杀，吐开食红梨仔食，无就是炒菜，无就是煮汤，这种你也照原来方式去互民众食，人食就惊啦，无啥效果。所以餐饮系老师帮阮去调整迄个口味啦、摆盘啦、烹煮的方式了的时阵，就变成一道外口人会当食的菜。比如讲，我们一个叫做套餐。是叫做青金蕉咖喱饭。哦，我以前唔知啦。我以前用青金蕉去煮汤，煮排骨，就足好食的。阮就将迄青金蕉变成一个咖喱饭安尼，足好食的。迄青金蕉食起来煮了好，就像咱的马铃薯烧羹。对啊，足松足好食的。所以咖喱饭是，就是。咱一般外口看的，外口餐厅咧卖遐呢，咱都有咱配咱食，比如讲内底有一个叫做焗烤起司瓜牛香菇盅，并法式料理。哇！所以迄个风味餐内底就是有这个特色。阮会当去讲故事，阮包括要食餐的时阵，阮都爱讲故事，你知影这个菜是安怎来的，有啥物款文化的故事内底，有这个。公菜的这个活动啦，吼。是啊。我问一个算作是较沉重的问题你认为西拉雅族贵族的这个福晋，你敢认为有希望？看政府的良心嘛。就是讲，阮做运动已经20几年啊嘛，吼。那不断政府诉求就是讲，阮是。台南地区上早的原住民族，阮无应该是互政府去拍折，是讲去你警察检视讲你因为向汉化去你袂当做原住民，你因为汉化去你袂当摕到啥物权利。我是感觉这是一个历史足长的正义啦，正义啦，无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不过台湾的原住民的政策和台湾原住民集体的迄个现况拢是为着资源啦，所以呢，政府就创造一个介大的空间，讲咱即摆台湾平埔的原住民，即摆创造一个新的名词嘛，叫做平埔原住民，即摆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即摆有新的一个叫做平埔原住民，好啦，都用这个名称先咱先接受啦，平埔原住民讲规台湾90几万人，即摆法定的原住民超过56万嘛，所以会造成这种人口遐尼济。加入原民会，是毋是会造成原民社会的莫名其妙紧张啦？我会去遐抢伊的资源啦，就造成即摆怎歹处理的啦？政治的资源啦，补助相关的资源啦，因就拢会安尼恐慌嘛，所以伊就会尽量卖互阮入去啦。其实对咱来讲啦，这90几万的人其实是一个总了放大的数字啦。伊是用日本时代有设登记的这些人，只要你念几若代。任何一个你的，比如讲你的高保组有设登记，你就会当去。所以是一个太选，这可能是碰中去啊。对啊，碰足济啦，而且咱来讲啦，你是一90万人啊。你讲真正你用这个方式去做啊？敢真正90万人拢去登记？袂嘛，因为透过200-300档的这个时间，认同流失、通婚的关系。我可能介一个人，我认同我是荷兰人，我为啥都爱去做？有的人感觉讲我无需要去做这啊，我无需要去做原住民啊，我就做我即摆目前的身份就好啊，上麻烦啊。对，有一半的人都无去啊。迄内底包括啥物？迄介者知影家己有色的迄个血缘的，唔知影，唔知，有诶唔知影，伊也唔知要去登记，好，遮就已经去掉介者啊。倒来是毋是要去登记？你是毋是去登记的时阵，你有一个挣扎呢？就是讲我。10代前我有套揽着色的迄个会员，毋过我即摆敢真正要去登记，安尼我会对不起我的祖先啊无？来就是啥物？
我爱看政府有福利无啊？政府福利我要去登记迄种啊，介济拢是即种咱咧讲的利益取向嘛。所以都去介济去啊，是济去登记啦，照我族群经验嘛，全部20万人啦。你真偷笑啊！你偷笑啊！因为政府含遮其他的人唔知影阮的认同的状况嘛。我做20几档运动，我徛伫第一线，我部落走家拢差不多拢。而且还有其他的北部的族群嘛。是啊，我拢北部族群内底部落，其实我头拢走了差不多啊，都走2-3届以上哦。所以我知迄个族群状况嘛，有20万，足厉害啊啦。所以迄是咧吓惊原住民社会，吓惊政府讲我无遐济钱来照顾遮个人，遮个人都有原住民的身份了，会造成社会足大的问题啦。阮当然是社会问题。而且你若正确你来算起来吼，恁本队就是一般的公民。是啊。你一般的公民本有的迄个福利来刷去到这个原民的社会内面，其实唔是乌一块，是个刷过来尔。对，无。加是顶头搁踏一点嘛。是啊。安尼如出如意嘛。是啊。哎呀，迄照顾原住民的预算也无够偌济，唔免烦恼啦。迄着凊彩一个建设的钱，3包就会当互阮照顾啊。阮也唔免介济钱，阮就会当活甲足勇敢的啊。你是拍算安尼传承落去，还是讲部落内面你有啥物愿望想要？当然就是讲我部落这边这20几档的经营内底啦，我当然是希望讲透过安尼的教育，互阮大家囡仔对家己的族群有介深的认同。然后当然是希望讲有人会当转来慢慢接这工课啦。毋过这是一个咱无法度去预算的一个计划啦，因为安怎社会现实，伊爱去食头路、趁钱，家庭爱顾。另外就是讲，你嘛都爱对这个囡仔有兴趣啊，迄个认同要哪化成伊实际力量会当个执行。讲实在要像我这种的会较少啦，因为我有固定的工课，我家己开补习班，我有经济无啥物压力，我有法通专心投入这个文化。到我有迄种就是袂当原谅家己的迄种坚持都含乐观才有通当遐久啦。是。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咱会继续来关注咱每一档其实进前咱本来就是要来参加这个炮海拄啊无拄好希望咱明年会当现场过来参与，到时阵到阵来参加。欢迎大家。应该的应该。